减肥。好，这样子有没有？我拉的好，到这里再给它减肥。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我都给它减肥了。你看它的胖那么多。好，现在再来。你看姐姐的。都瘦了吗？好，现在呢？这个我换啦。好，这样就很，所以一定要拉，你没有拉的话，它就不会紧。我给你这边我加吗？是的。好，我们就开始这边。你像那个嘉欣的胖胖的，是你的方法对，也是今天让他从上面。写好了吗？从这个你这个很漂亮啊，是胖胖而已。因为你没有拉。来，老师要这一个过来。好。我不会。这边他先加。好，我现在先给你送一下好吗？你在这里不对，你看他们开，在这里不对了。好，你看这个都有，这个是不是对了？啊，对了。外来现在还有它这个外来传说的这边不够。最旁边是这样你做对，可是你没有拉好，它这个也没有打结，没有那个。来，看看，因为你这个没有交叉，所以刚才开，有没有？它是在这里，它是外的，这样，这样子，压中了，好的，这里这样子你这个要这样，你这里没有好，这样3个要拉拉紧了以后呢，现在你的你的胸口出来了这个2个环，如果一在一起的以后，那这个最上面就要进来压它，这个环再出来，这样，因为它为了要盖它，你看就这样，这样子这个进来到这边，然后这个一定要交叉。它一定交叉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开的那么大，它才能够这样子。来，是这样子。碰你要上哪一个是碰的，看有没有？再拉，它就很清楚了。这个3个一定要放在一起。好，现在呢，黄在下面，在最上面。好，这一个要打开了，这个要进去。好，这个要进去，好，你把它进去那边的，对，然后交叉，对，3个拉。一样，它是用黄色的。好，那你这边有这个。好，现在2个黄在外面，最上面那一个压下面的黄。外黄压这边。穿红体的那种。对，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弄，你稍微弄一定要这样。中对外，那这边呢？外黄压，中黄压，然后往里面，它一到里面就交叉。对呀，到里面就交叉。看起来很简单啊。对呀，做的错了。我昨天也是做到12点做成型，为什么今天忘记？好，现在最上面是红，你就
就好。以前你就在那个最旁边的打开来，进不来了。就这样。对，这样子它就不会吵你的。最旁边就可以。来买东西吃啊，还没吃晚餐。我也还没吃。不要那么大声，今天可以减肥。我因为每次没关系，减肥一下。然后它就是这个上面嘛哈。仔爷，哎，什么呢？好，现在是这样。好，现在是红的，要工作了。对，进去。进来，对，那边的红进来。突然忘记。交叉。下面交叉。这个一定要打开来，不要把它放在一起哦。这样。来。对，三个啦。三个，对，三个啦。你这样的不平均，你拉的顺便这样，不要一直往旁边。我刚才也讲了，它顺便这样。王导，你现在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就是口诀的开始。拉的开始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现在两个晃的最外面，啊，你要压哪里的晃？里面的晃，对，然后出来红那边，对，所以这个线一到这里，它们就要交叉。对对对，第一交叉。然后再左下右上，就一直重复这样。对对。你不要很怕抓它，很勇敢的拉，对对对。你不要抓它们，要不然等一下你又搞混了。你一定要打开来，等一下，这样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好了。好，你这个最里面的放掉，然后它要进来了，因为它最上面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拿走。对呀。你这样你就不会乱。对对对对。师傅，我的白色怎么跑到外面？我的白色怎么跑到外面？你是不是往这边进来？对啊。你一定要往外面。哎，这个是谁的手机？这样你的白色都可以危险危险！到外面。对，不要上来，你这个稍微拉。白姐，我们要不要教你？回家要再做，打针哦。对呀，我昨天也会做什么？好。昨天会做，今天忘记了。哎，我昨天也是做到很晚的，我是这个没有打开，你就会找不到。因为那个姿势那里对，我说是一定要打开，然后它进来。对。你不这样嘛，你会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。对。会了吗？中间的交叉。对，你不要忘记交叉，它只要被拉到这里去交叉。好，3个啦。不要怕哦。对对对，好，现在你看看看。你这里就错了，你这边没有进来。好，现在呢要怎么弄？你为了要盖它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嘛，哈。对喽。我看你。你看你这个开那个这里，好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有错才会知道。对。回来。这样哦，好，现在它是红的最上面嘛，那你看这个拿出来，对。加它进来，这边加擦，不要方向。对。一点对吗？对，交叉对。好，这样不好。对，学习。这样子好了呢，现在呢就变成，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里面，所以你这个黄色的要拿它出来。那个蓝色的。好，会了吗？好。完全不可以做第二个。好，等一下我再教他。我要踩非常好。交叉，然后压。关系的老师很好。来，哦，来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哪一个？刚开过自己。不要都在影响别人。好，这样，好。好，这个。很厉害好，这样来，这个是这里的嘛哈，你看它这个绑在这边，好，会不会？哦，现在是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我看看这
这样哦，这个，对。那你教我跟你理解。好，这样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先给他这样，做一个交叉哦，交叉你左手一定在下面的。好，我们开始绕这个中间的环，把从里面弄出来。对，还有一个环，好交叉。你在以前旁边看看。再交叉。它从头而已。他在从头对，真的，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移动啊。没有关系，你先拿起来。来，这两个要吗？先拿起来，再从来。现在紧到很困难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妈妈，哎，把红的放进去。来，看这边。一开始哦，一开始哦。好。先把红的放进去。交叉，一定要交叉，不要忘记交叉。不对，不对，它在中间呢、啊，你一定要给它交叉。啊，你忘了吗？左下右上。老师讲的你忘了哈。好，来，你看吸出来啦。哎，它只有4股哦。好。对。这里的压它进来。好，哎，还有这里的黄，最外面的黄要压一个黄。压，压出来，交叉。不对。左上右下。哎，你常常忘记啊，这个3个一定要这样。哦。3个一定要这样。对。老师很烂啊。好，这样。我这逻辑吧。好，我现在会很清楚了。我觉得我很现在把最下面这个拿上去，拿上去。好，这个红的又往里面，对，这个也往里面。只要这个2个到里面，你就交叉了。你的交叉要对哦，这样。好，这样2个一起拉。好，现在呢，2个黄在外面，2个黄在外面怎么弄？这个黄要压它，然后出来。对，这边也是。这中间怎么做的？这个。压它出来，来交叉。先交叉。对。这样。你绝对不能忘记，不能到上面。你这个左手一定要在哈，这样。好来，看到了吧？等一下就很清楚了。好，有没有？好，现在是红的最上面。好，你旁边那个还要先拿掉。你需要你会绕。好，大概对，好，交叉。稍微调，轻轻的，不要那么。你看，它这样的时候，你等一下就会搞不清楚了，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拉好，3个一定要拉好，这样。你没有拉好的，你这个也是太痛的话，你就3个拉好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哈，这样子，这个太痛了，就整理一下。好，现在那个这个拿到旁边，好，这个黄要进去。对，你这个一定要这样，你就不会绕了。好，因为它这个拿到右边的交叉。你看有没有？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平均？我跟你讲。你这个没有拉好，所以你看你这个你这边先拉好，然后你这个才要开始拉。你看，他们这样中间的有拉的很平均的话就有花啦，有心啦。好，这个最旁边呢，就开始盖住它。要盖住它的话会这样，这个往进来。结领很快哦，厉害，有没有？这样就盖住它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最上面这个盖住它，是这样，这样。好，这个一定要很平均的拉，叫什么？交叉你这个不对吧？你看，好，到这里要这样。这个里面要交叉，怎么会有一条线下来？好，交叉来，
对。好。现在呢，你看这个肉都会跑出来。好，这样，好，来，这样，好，你看，这里这样以后，那你就对，这个好，这样子。然后你要剪，这样子，啊，好，我们就把这个，我先弄好了哈，来，从这边进来，有没有？这两个先弄开，好，从这边进来，这边就先弄开。你看，他们就很清楚，所以一边要拉，这个就要在下面，所以3个就起来。你在3个拉的时候，你要去平均它的，有的碰，有的没有碰，没有。这样，这样，好，你看，有心了哈。好，我再弄一次。好，现在红的最上面就弄进来，这样，他们2个就在那边啊。好，你看一边拉，好。不要一直管打结，好，这样进来，好，倒进来以后，你看我都有翻开了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这样，好，这样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很清楚。所以在3个拉的时候，为了平均它，就要这样。好了，这个最旁边，好，这个最旁边，放。好，剩下他们2个，好，那我们就把黄的弄进来。好，是这样吗？等一下还就是要盖这个。是这样吗？它那要这样盖，好，它是这样盖，先放外面，先让里面一起工作。好，这样了以后，它交叉，再交叉对这个下面哦，不要忘了。这个交叉。所以口袋有卫生纸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很清楚咯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盖那个红桶。好，它这个是这样，进来，这样，然后这个我们还没给它交叉，好，这个这样，好，来，有没有？这个旁边的要进来，啊，这个要交叉，这样，啊，这样子，如果你看不出来它，好，这样稍微，调整一下，哇，里面的黄没有拉好，还有这个要拉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到下面就可以了。有新的，好，这个时候你也要交叉，一定是左边往下面哦，哦，不要往这边的是就右边的2套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这个不对哦，对，这样，好，哦，应该是在这里，这个黄色要进来这里。拉好，好，它2个在这里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压它，2个黄要最上面的黄要吃肉，它这样，啊，我会，可是那个发现我现在很多他们不学生，这样，然后这个最下面，不一样，现在对了吗？看人家早上简单，谁呀？就这么好啦。所以好。这个最旁边放着，好，对呀，这里连着2个。好，这样哦，然后往这边，旁边的不是。你是换人的。这样。对呀，连着2个。好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好。你可能要扣掉那个。然后呢，这个2个黄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压它，这个差不多了，他拍下一个动作，帮我录一下这个动作。